唔講唔知，海豚同埋鯨魚嘅差別。海豚同鯨魚嘅差別就只係喺體型嘅大小，通常少於3至4.5公尺嘅就叫做海豚，超過嘅話就稱為鯨魚。鯨魚同海豚都係屬於海洋哺乳類動物下面嘅鯨下目，而鯨下目底下又分為鬚鯨小目同埋齒鯨小目，主要係用牙齒嚟到去分類。鬚鯨小目嘅鯨魚有好似窗簾咁嘅角質鯨鬚，可以過濾到磷蝦、頭足類呢一啲嘅食物，先至再食落肚。齒鯨小目嘅鯨魚就係一粒粒嘅牙齒，獵食魚類同埋烏賊，所以其實海豚同埋鯨魚都係同一樣嘢，在於佢嘅大細嘅咋。